上一集同大家挑戰咗 Queenstown 上山下海嘅刺激一面，今集就同大家一齊遊覽 Queenstown 周邊嘅小鎮，慢慢感受下小鎮氣息，同嘆下知名嘅紐西蘭白酒。大家準備好未呢？出發！我哋喺 Queenstown 嘅3日都住喺 Frankton 嘅 Lakeview Townhouse， 呢度距離 Queenstown 市區只有10分鐘嘅車程。每日朝頭早都可以見到湖景同寧靜嘅社區，真係令人覺得好放鬆啊！今日嘅第一站，首先就係去 Arrowtown 行下街先。由 Frankton 去 Arrowtown 大概係15分鐘到20分鐘嘅車程左右。Arrowtown 曾經係繁華嘅淘金小鎮，隨住金礦開採逐漸沒落，而家 Arrowtown 已經發展成為旅遊景點，但係仍然都保留住濃厚嘅歷史氛圍，非常之值得嚟感受下㗎。而嚟到 Arrowtown， 第一時間梗係要拜訪下紐西蘭最出名嘅雪糕店 Patagonia Chocolates 啦。佢始創於2005年，最初以純手工製作嘅朱古力起家，後嚟因為自家研發嘅雪糕得到好多人愛戴，仲連續好多年喺冰淇淋評鑑之中獲得佳績添。從此就幫 Patagonia 打響咗名聲，而家更加係擴展規模，推出咗咖啡、飲品、早餐、甜品等等，以新鮮食材聞名㗎。好甜啊！好味咯！我覺得佢啲朱古力太甜啦，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個幾好。我呢個係最出名，我問佢最出名係邊個，佢話係呢個。呢個係 hazelnut。I love hazelnut。食完咁好食嘅雪糕之後，我哋就去咗 Patagonia Chocolates 隔離嘅 The Winery 度品酒啦。睇返資料，原來 The Winery 提供超過1000種紐西蘭酒。單係提供俾你做 tasting 嘅已經有60到80種，係全紐西蘭最大嘅 New Zealand Wine Tasting Shop 嚟㗎。而且喺官網嗰度仲會有教學教你 wine tasting 嘅步驟添，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睇下㗎。姐姐推介嘅白酒，呢個係。我都幾 complex 喎，係好香喎呢個。佢有啲梨味，跟住 citrus 味。嗱，呢一個係我見到好多 Gibson 就係頭先，即係我諗好多 wine tour 會去嘅嗰個地方。所以我諗緊一係飲呢個，一係飲呢個。有咩意見啊？勇敢嘅人就係咩都試，魚與熊掌都可以兼得。我哋今日已經試咗4款唔同啦，即係準備試第4款。我自己係好中意飲素飲喎，所以我就覺得可以 give it a try。佢好處就係佢有得 taste 咯，咁呢個幾特別嘅，即係我哋可以插張卡，咁就可以入試。佢亦都有3個唔同嘅 size，咁就 depends 你想飲幾多就可以撳幾多。咁我而家決定咧，就試下呢個。哦，真係 stone fruit 同埋 tropical fruit 嚟。跟住我哋就行返上 Buckingham Street 去下一個景點，沿途仲可以慢慢欣賞靚景，好似呢個咁有特色嘅紅色電話亭，真係好少見㗎。之後我哋就行到去一間叫做 Night and Day Arrowtown 嘅便利店。見到佢哋有賣新鮮牛奶，就即刻諗住試一試啦。呢個由 Windy Ridge Farm 整嘅鮮牛奶，同埋呢個全鎮最出名嘅咖啡。呢個全鎮可能只有一個咖啡店。有機會，但係呢幾日飲嘅咖啡都唔係太好飲，所以而家嚟試下呢個 black coffee 先。試下呢個牛奶。介紹下先得㗎，俾你介紹。正一個字，濃郁美味。我覺得有牛奶味。呢啲係新鮮嘅乳牛嘅牛奶。咧係比起同普通牛奶嘅味咧係爭
得不是一丁半點，因為真係好鮮濃郁，同埋呢個感覺上就喺個農場度啱啱榨出嚟嘅味道。講到 Arrowtown 必去嘅景點，梗係唔少得佢哋嘅 Post Office 啦。白色木質外牆配上鮮紅色嘅招牌，遠遠見到已經好搶眼啦。門口仲有豔紅嘅郵筒，場面滿滿都係 IG 打卡位嚟㗎。最特別嘅係佢招牌上面仲寫住 Telegraph， 即係電報嘅意思。呢種古早味呢，真係好難得。雖然係郵局，但係裏面呢仲有賣手信啦、文具同埋書本。文具迷一定好中意，好值得慢慢行㗎。最後我哋嚟到 Arrowtown 最著名嘅景點華人住區 Chinese Settlement。呢度係早年中國礦工喺戰陣淘金嘅時候嘅落腳地嚟嘅，充滿咗濃厚嘅歷史氣息，非常值得一睇啊！離開 Arrowtown 之後，我哋揸咗大概20分鐘車嚟到 Gibson Valley Winery。呢個酒莊以高品質嘅葡萄酒聞名，面前係一望無際嘅葡萄園，感覺好似揸咗好遠車程都仲喺個葡萄園範圍裏邊，真係好壯觀㗎。講起紐西蘭嘅酒駕規定，20歲以下嘅司機係完全唔可以飲酒，酒精容忍度係0；而20歲以上嘅司機每毫升血液裏邊嘅酒精含氧量唔可以超過50毫克。不過無論規定係點，都建議大家飲酒冇開車，開車冇飲酒，安全第一。Hello, here comes our winery tour of the day。我哋而家咧就係喺呢個Central Otago 嘅一條好主要嘅公路啦，而呢兩邊咧都係種滿晒唔同種類嘅葡萄啦，同埋有唔同嘅 winery 嘅。除咗我哋頭先咧去過嘅Gibson Valley 之外啦，咁呢度咧順路咧都有非常之多係應該 scan 下，你睇下好靚喎！而家揸緊，係啊，而家天氣非常之好，好適合葡萄生長啦，亦都好適合我哋人類喺呢度睇風景。之後我哋又揸咗大概30分鐘車嚟到 The Cloudy Bay Shed。相信就算你唔係酒迷，都應該有聽過或者見過呢個牌子嘅白酒。佢嘅白酒非常之出名，除咗有用到 Chardonnay 呢隻葡萄之外，仲主要用 Sauvignon Blanc。呢種葡萄釀出嚟嘅酒充滿咗金桔、青檸同熱情果嘅清新香氣，口感豐富又清爽，特別受到女士歡迎。而我哋特登嚟到佢 Queenstown 嘅酒莊，原因就係可以坐喺湖邊，一邊品酒一邊嘆點心，真係好享受㗎。我哋嚟到嘅時候，啱啱得另外一對小情侶喺度享受緊佢哋嘅浪漫時光。咁清靜又人少嘅地方，喺香港根本揾唔到，真係靜得嚟又舒服，簡直唔捨得走啊！嗨，大家好，感受真係好靚啊！雖然 Cloudy Bay 其實係一支餐酒嚟嘅，我覺得喺香港嘅話 serve， 咁我覺得佢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飲 Sauvignon Blanc， 所以我覺得都幾有特色。但係你話係咪好好飲咧？我又覺得還好啦。今次試咗一隻貴價版啲嘅 Oud 嘅 Sauvignon Blanc， 都幾得意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靚嘅係個環境咯，同埋啲嘢食 surprisingly 係幾好食啊，所以我都會推薦大家嚟嘅。好，睇下先，好靚，好靚，好靚。回程途中，我哋經過咗 Cromwell 小鎮，順便入油。呢度以新鮮水果聞名，我哋喺 Jones Fruit Store 停留，品嘗咗當地嘅水果，當然就唔少得紐西蘭金奇異果啦，真係又大又甜啊！講起奇異果，都有個冷知識同大家分享下。你今日以為屬於紐西蘭土生土長嘅奇異果，其實喺上個世紀係紐西蘭不折不扣嘅外來植物，而佢哋係嚟自中國㗎。當時有一個喺蘇格蘭分會宜昌分校嘅紐西蘭女教師海特，同佢嗰位出名嘅教育家姐姐伊珊貝爾，有次喺日本旅行之後，短暫咁停留咗中國，因緣際會嘗試咗當時被中國稱為獼猴桃嘅奇異果。出於新奇嘅緣故，佢就喺1904年將獼猴桃嘅種子帶返紐西蘭，交俾佢辦學所在地嘅一個植物專家亞歷山大栽植培育，就有咗今日咁香甜可口嘅奇異果啦。傍晚，我哋返去 Queenstown， 喺 Flame Grill and Bar 享用咗晚餐。返到民宿嘅落地窗，可以欣賞到夕陽西下嘅美景，為呢一日畫上咗一個完美嘅句號。
喺 Queenstown 嘅最後一日，我哋繼續遊覽 Queenstown 周邊嘅小鎮，經過10大最美公路之一，途中有好多嘅 viewpoints。例如呢個 7 Mile Point 就係 Wilson Bay Track 一條好出名嘅遠足路線，你可以透過遠足步行或者山路單車嘅方式去好好感受一下呢度嘅自然風光㗎。早晨，我哋今日嚟到第一個 point 啦，呢個叫 7 Mile Recreation Reserve。咁其實就係由 Queenstown 啦一路去呢個 Glenorchy 中間嘅一個 point， 我哋大概揸車揸咗15分鐘左右。咁沿途風景非常之靚啦，而且我哋仲會見到 TSS 蒸汽船由 Queenstown 啦一路去 High Country Farm 嗰段路嘅。咁我哋而家都見到TSS 嗰架蒸汽船就喺嗰個位置咯。咁落嚟放下風啦，難得天氣咁好。跟住唔使一陣就嚟到 Glenorchy 啦，佢位於 Lake Wakatipu 最北端，係一個冇太多商業氣息嘅小村落，所以商店餐廳都唔多，比起熱鬧嘅皇后鎮有住極大嘅落差。可惜天公不造美，不過我哋喺 Mrs. Woolley's General Store 享用咗午餐同埋行咗精品店。跟住我哋就揸車前往 Road to Paradise， 雖然風景好靚，但係一路都係泥石，要注意保險係唔包含呢段路㗎。喺魔界電影當中，精靈嘅國度 Lothlorien 就係喺 Paradise 森林度取景㗎啦。不過如果有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魔界解說，建議可以參加魔界電影取景地半天遊，呢一類行程會比較好。如果唔係，會比較難揾到電影嘅取景位置。最後我哋嚟到 Glenorchy Animal Experience， 旅客嚟到呢個農場可以接觸到10幾種動物，有羊駝啦、牛啦、兔仔啦，仲有紐西蘭周圍都可以見到嘅綿羊，甚至可以直接近距離咁樣觸摸同埋餵嘢俾佢哋食。再加上呢度好似天堂一樣嘅景色，真係令人身心舒暢啊！雖然每人25蚊紐幣門票係有啲貴，不過咁樣嘅體驗都係非常之值得嘅。有一點要提醒一下，由於農場裏邊可以直接近距離同動物互動，所以農場嘅規定都非常嚴格。如果帶住小朋友去嘅話，建議要確保小朋友可以遵守規則。如果唔係，都有唔少旅客提到俾員工大聲咁樣鬧嘅經驗㗎。想前往嘅朋友可能要留意啦。我哋返去 Frankton 還車，然後搭飛機前往北部。南部之旅就此結束啦。下一集嚟到我哋紐西蘭之旅嘅最後一集，就等我帶大家玩盡 Auckland 新奇刺激嘅玩意啦！唔單止有探索哈比人嘅國度，仲會親眼睇下地熱奇觀同埋浸腳體驗。當然唔少得紅樹林天空漫步同埋睇賭場表演啦。總之動靜加油，一定好玩！